今天你说了几次对不起？3次、5次，还是都数不清了？那个在电梯里明明被挤到角落，却还要侧身让路的人，是你吗？那个明明是对方撞到了你，你却下意识先低头道歉的人，也是你吧？我知道你总是活得小心翼翼，你像是一个雷达，时刻扫描着周围人的情绪。一旦有人皱了眉头，你就会立刻反省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我太麻烦别人了？你习惯了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，似乎只有这样，世界才是安全的。亲爱的，你不是多余的负累，你也拥有被原谅的机会，不必为了呼吸而感到抱歉，不必为了存在而卑微后退。你的光芒值得被谁看见？听我说，其实你并没有那么麻烦，你的需求和别人的一样重要，你的感受也值得被哪怕一个人认真聆听。从明天起，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小约定，试着把那句挂在嘴边的对不起换成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包容，而不是对不起我麻烦了你。你不需要为我占据空间而感到抱歉，你是被爱的，不仅仅是因为你懂事。这里是月溪深夜私语，每周五晚上10点，我在这里陪那个不用道歉的你。